根據2024年最新嘅世界幸福指數報告，喺美國感到最幸福嘅人，唔係青春洋溢嘅年輕人，更唔係忙於打拼嘅中年人，而係年齡喺60歲以上嘅長者。雖然近年嚟年輕一代對生活嘅幸福感逐年下降，但係唔少長者卻能通過提前規劃退休生活，維持健康嘅體魄同社交網絡，喺人生嘅下半場繼續佢哋嘅精彩人生。咁今期嘅主角係三藩市日落區牙醫診所嘅李世榮醫生，佢係點樣打造出屬於自己嘅半退休生活？佢又點解要選擇退而不休呢？今年咧就啱啱係退休嘅年齡，67歲。我咧就大概10歲咁上下過嚟呢度美國嘅。我喺香港出世，做牙醫咧就做咗41年啦。最初選擇進入牙醫行業，唔單單係為咗實現父母想睇到子女從醫嘅呢個心願，更係因為佢從心底入面熱愛呢門結合醫學同工藝嘅專業。個 lab 嗰度做嗰啲咧，通常咧就係啲手藝，譬如整牙帽啊、整假牙啊咁樣，我哋就喺呢度做。細個嗰時咧整模型啊、砌飛機大炮啊嗰啲咁嘅嘢，好中意反嗰啲啦。咁樣做牙醫咧，你可以做醫生，同埋咧你可以做醫病嘅工作，但係咧又可以咧滿足自己想製造啲嘢啊，自己整啲嘢出嚟嗰個思想咯。而自從畢業之後，李醫生就開始計劃開自己嘅診所。喺等待牌照嘅過程中，因緣際會通過朋友嘅介紹，進入咗三藩市華埠衛生局工作。咁一做咧就我發現咧係全部係兒科嘅，咁我係幾中意細路仔嘅，咁所以咧喺度做落，咁就唔捨得啦。咁就一路喺嗰度做咗36年。後嚟開咗自己嘅牙醫診所之後，李醫生呢30年嚟一直都係兩邊走，每個禮拜有一半嘅時間返到衛生局，一半嘅時間就打理自己嘅診所。每個星期做足6日。哇！我好後生嗰時咧，我爸爸咧就同我講過，佢話其實咧你揾工咧最好咧就揾一份咧你係好中意做嘅。如果你係揾一份工係好中意做嘅咧，唔會辛苦嘅。而直到疫情之後，李醫生先決定從衛生局退休。因為咧 Covid 嗰個時間咧，佢哋咧就啲設備咧唔可以容許我哋咧繼續喺嗰啲衛生局嗰啲診所嗰度繼續同人睇牙。咁因為我都喺嗰度做咗36年啦，咁應該俾下一代嘅後生啲嘅能幹啲嘅醫生嚟即係繼續上啦嘛。而李醫生喺三藩市日落區嘅牙醫診所開業已經超過咗30年，好多日落區甚至鄰近其他區嘅居民都會嚟揾李醫生睇牙。How are the teeth treating you? No news? Okay. No news. No news is always the best news. 我覺得咧，同啲病人咧，你當然就係同佢哋睇牙嘅疾病啦。但係好多時咧，就唔係淨係睇牙嘅疾病嘅喎。你要了解下佢嘅背景係點樣，點解佢隻牙會變成咁樣樣？咁你唔可以見到一個人話牙痛咁，你就話點解你唔快啲嚟啊？咁即係你要了解下人哋嘅難處。呢一架車咧就對我嚟講咧係好有意思嘅。我一個好嘅客人，大概20年前咧，佢咧就俾咗佢10幾20架呢啲咁嘅鐵車仔俾我。咁然之後咧，佢自己冇嚟到，因為佢嗰時已經好病。但係佢妹妹帶佢呢啲車嚟嗰時咧，佢話我哥哥話即係唔好浪費咗佢，因為佢去嘅地方佢唔需要啦。佢話最緊要咧做人咧爭取唔好浪費啲時間。咁所以咧，我依架車我等咗喺嗰度上邊咧成20年。從三藩市衛生局退休之後，李醫生而家依然在診。所以喺呢個半退休嘅狀態繼續服務病人，但係點解佢唔選擇直接退休安享晚年呢？好簡單，3個字，唔捨得。因為咧有好多客人咧跟咗我40年，咁所以咧就由細睇到佢哋大，咁所以如果一話走就走嘅咧，就覺得好似好可惜咁樣啦。因為好多而家已經唔係病人嚟㗎啦，已經係朋友嚟嘅。Okay, why don't we put him right over here, right in between my lunch hours, okay? And then we'll take care of him that way.
喺呢個工作嘅過程中，李醫生唔單單同病人交心，同同事員工之間亦都建立咗深厚嘅感情。喺咁樣嘅環境之下，退而不休，反而讓李醫生感覺得更加開心同充實。如果你同啲工友好嘅，互相支持嘅，你覺得返工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人生路上每個年齡階段都有佢獨特嘅風景，而對於邁入退休嘅年齡，李醫生係既坦然又興奮。我而家都好開心，個原因咧，因為咧我個人咧好樂觀嘅。我以前後生啲嗰時咧，做到一隻劇嗰時咧，我都好開心，因為咧嗰時咧屋企人都仲個個喺度，咁啊又多朋友咯，咁自己又多嗜好咯，咁所以咧生活咧都要即係好忙啦。咁而家年紀大啲咧，咁當然咧就冇咁多親人喺度，但係咧我又識多咗好多朋友喎，係咪？咁啊加上咧而家又學多咗好多嘢，咁所以而家咧嘅嗜好咧就越嚟越大。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退休咧就係一個機會，你做工做咗咁耐，而家咧有嗰個機會咧可以唔使花咁多時間去做工去求生，而家咧就係欣賞自己中意做、想去做嗰啲嗜好咧，而家去爭取佢。而根據佛羅里達州一項針對長者嘅顧問調查報告指出，55歲以上嘅年長族群最擔心嘅莫過於係患上帕金遜症或者係失智症，而從而導致記憶力同埋自理能力日漸衰退。咁樣有冇辦法可以降低罹患呢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嘅風險呢？要知道自己嘅能力係乜嘢，但係咧就唔好咧俾呢啲機能咧退化，爭取要時常去用住佢，因為你一唔用咧，佢就消失㗎啦。即係智力一樣，揾啲嘢去做。後生啲嗰時咧，就做啲後生需要做嗰啲，可以做嗰啲。然之後年紀大一啲嘅咧，就去啲冇咁劇力嘅。咁有時去行下公司啊，咁樣大家坐埋一齊飲下咖啡啊，咁樣嗰啲唔需要話即係個身體話好健壯，你都可以做得到㗎嘛。而除咗健康之外，仲有一個困擾長者嘅問題，仲包括咗孤獨感。並唔係每一個長者都能夠同兒女、孫輩毫無代溝咁溝通。我哋喺世界上呢段時間咧係好寶貴嘅。如果你話成日發嬲同邊個唔啱啊，咁我覺得嗰啲係浪費咗嘅氣力精神。咁如果你樣樣都係講我以前幾百年前或者幾十年前嘅習慣係乜咁樣嘅，佢哋好多啲後生咧，佢哋唔會接受啊，或者好難接受啊。佢或者會錫你做嫲嫲或者婆婆嘅，佢會尊重你，但係會覺得你啲思想咁老土㗎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同佢溝通啊，同佢講下佢哋中意欣賞嗰啲嗜好啊咁樣咧，咁我覺得咧一個人生活咧就會即係會好過好多咯，即係唔會話寂寞咯。對於未來，雖然診所已經交棒俾下一代，但係李醫生暫時仲未有完全退休嘅諗法。目前嘅狀態讓佢喺工作、家庭同個人追求3個方面都達成咗完美嘅平衡。就有一隻英文歌咧，就叫做 Don't Worry, Be Happy。每一個人咧去爭取咩令到佢自己開心嘅事，年紀大啲唔認老就得㗎啦。